哇，啥家己啥看袂到？到底有直播啊无？啥家己啥看袂到？哇，哦有，看到啊，看到啊。到底有？好来，有就好。有安尼，我就直接来，我插队，这个收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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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ubhouse 开起来，好，来，8:53哈，开始咱来读哈，1656年11月13哈，11月读煞1656年就结束，然后11月剩一礼拜哈。11月13拜二早起，小便对船 Charles 号对平湖转来遮，吼，这只船是本国个9号对处队被派去调换，迄两只船吼 ，Livni 号甲 Devere 号对平湖来处队吼。我忽然间想着讲，看下地图吼，我读起来吼，一直有一个错误的印象啦吼，想讲那对。即个安平要去驶去平湖是西，但是毋是吼，其实应该是西北吼，较北边。平湖其实伫咧嘉义外海吼，嘉义云林外海吼，伫咧算正北边啊吼，一定真外中部啊吼，我一直拢错误印象吼。好，但是有一个。就是听讲足侪平湖人，高雄足侪平湖人吼，原因我都毋知吼。好，咱继续读落吼，讲上述这两只船也倒后无偌久，伫咧要划中岛的时阵，顺利来到港外的北平停船的所在。停船，为此阮必须学了机关的导航者吼。因带这上帝啦吼，天气真好，上午呢有微风对西方吹来，下晡呢该对西北方吹来。迄只大篷船 Vos 号继续无用的落雨。11月14号礼拜二，昨昏转来港内迄只小便队船 Charles 号又搁出港了。要去甲即个船顶的迄300箱的重交互迄只 Devere 号，并且对迄只大船 Devere 号遐装运布料、衫甲喙石啊入来。伫咧即个期间，迄只 Ludwig 号也伫咧即个港内无用咧装糖，要再去交互迄只 Conical David 号。而迄只领港船也逐工去港外往来航行，装货落货吼。安尼，大家对各方面拢无用咧做工，而阮之所以会当安尼来做工，这良好的天气是主要的因素。透西北风。11月15号拜三，上午快艇 Calf 号由领航员带出港外，这只快艇已经装一批要载去波斯的装箱的糖吼。也要搁伫咧港外继续装糖，迄只大篷船 Vos 号也装糖出港，要伫咧港外交互迄只 Conical David 号。三队呢，迄只 Charles 号对港外装着自迄只 Devere 号所落来货物入港，来到即个城堡的头前，真无效率吼。因为即个港伤浅啊，所以你看。物件无法度载伤重，你大船吼无法度载，就算有法度入来嘛，袂当载伤重吼，因为伤浅吼。伊食水载伤重，个食水就深，伊就无法度啊，所以就无效率咧吼。变成讲你伫小船甲物件载去外海，再搁装去大船吼，啊这足开时间的啊！迄当阵吼也无啥物天车吊车，拢用人咧搬，想讲哪会用做这遮尔无效率的工去安尼？迄成本也加偌济，想无我真正想无吼。为虾米荷兰人会去选即个遮尔浅的港安尼吼？
好，来，咱继续吼。荷兰人因照历史已经是航海对，就是行船迄种物件，对因来讲是就简单，就对因来讲是拢是足普通的常识啊。为什么会选即个这样浅的港吼？真正想无。好，大船刘伟内号的船长一上岸就报告讲，伊的船还阁欠250箱的糖，即寡糖装起了后，就会当出航前往巴达维亚咯。所以，阮就将会伫咧明仔载或者是后日，载即寡糖去交该船，以便该船会当尽量较紧做本柜第一帮船出航前往巴达维亚。也为此，伫咧秘书处准备迄寡要送去巴达维亚的物件，要甲巴达维亚讲。比推船 Cornick David 号将到后面做第2帮船载荷去遐，两方对东北方继续出来吼。你想看，你若讲一道装大船一入港，较大只的船一入港，啊，做一道就甲装物件装起去，安尼就一道工尔。啊，你看，伊先再装去小船，啊，再个船再个驶去外海，再去装去大船，吼，你两变工啊。我真正想无，为什么要安尼？好，11月16拜四，大蒙的天气。当然，因一开始本来是因是选偏湖，啊，你看因大船拢去停伫偏湖吼，偏湖港有够深嘛吼，但是就去用赶来台湾嘛吼。啊，想无，迄当阵的打狗港真正无够深啊，是安怎吼？还是讲真正打狗港是日本人成立过才有法度食水食遐深？这我毋知啦吼。因为即马即个高雄港吼，打狗港是原来算全世界有名的一个港口吼，伊个出入量哦足大诶吼。所以台湾毋是无好港啊，我就想无为虾米会去做迄个，即摆已经规个拢积起来变，根本就拢变平地啊！你就知影讲，根本就无啥物好诶所在嘛吼。安平遐，11月16拜四，大蒙诶天气，透北风吼。比雷船 Charles 号装上要再去交大船刘维尼号诶糖吼，相款吼，加做工诶。11月17号。拜五，小比对船 Charles 号出港去交糖互大船 Ruini 号吼，即只大船装上即寡糖了后，就装满好门咯。迄只大胖船瓦斯号也对大船 David 号装货入来港内咯。游玩是真适合工作的天气，风对北方吹来。11月18，无声。无声哦，无声。Hello， 好，还是。我毋知影无声啦，吼，刚才三娘讲，嘿啊，啊，结果我拄则已经读到遮吼，而且一直咧骂讲，毋是骂啦，我一直咧想无啦吼，为虾米会荷兰人会去选即个台湾港安尼，啊，一个食水遮浅的所在，迄个佫是沙吼，全沙的港吼，真正想无，啊，你着加足侪工啊。大船无法度入来，着爱小船先载好，啊，再搁载去大船吼，真正想无啦吼。后来11月18拜六，同款的天气甲风 ，Charles 号今仔日转来入港，已经将伊载去的糖交迄只刘维尼号咯吼。咱拄则11月13甲读到即嘛11月18，读几啊工拢是即种情形吼。细只船甲货装好了后。再去外海，再个贴起个大船吼，或者是大船伫外海，啊，再个无外海啦，港外，啊，再个货贴咧小船，再个小船再个驶入港，啊，再个落货，哦，两变工。
好，11月19吼，礼拜日透北风好天，今仔日甲停伫咧厝地港内迄寡船只顶诶下啉诶水手，用即只领港船再去港外坐刘维尼号甲 David 号转去巴达维亚，并且派共款人数诶水手来接替因诶工作，举行安息日礼拜。11月20拜一，大船刘维尼号航往巴达维亚所使用的食物，今仔日也用迄只领港船载出港外啦，吼，搁来一遍吼。要食的物件，都要搁先贴去领港船，领港再去港外，再搁对领港船，再搁刷去迄只大船刘维尼吼，啊两遍工吼。即个时阵呢，要用即只大船寄去予总督府阁下的一般报告，伫咧福尔摩沙议会中宣读了后，加以签名，然后含其他物件同齐，伫咧秘书处装入去一个盒仔内底，并且甲伊封印起来。迄只大篷船瓦斯号停靠伫咧厝地的岸边咧装糖，要载去交迄只大船 Conic David 号吼。拢咧做即种戆工啦，我都想无啦。风对西方吹来，天气热，暗时啊强风对西南方吹来。11月2拜2，这是今年的最后一天的日记啊！吼，咱来看吼，讲早起大船刘维尼号的主管和长官阁下示行了后，就去坐迄只领港船出港。由船务官鲁斯温克护航，以便去将迄个装着物件甲笑铺的盒仔确实来交互迄只大船，并且该动迄寡监督官去检查。迄个注卡写讲，应该是只去检查迄只船顶的人员，看敢有违反公司规定私自炸货物吼。就是走私啦吼，即港岛呢已经有一寡厉害吼，海上也已经对西南方起大影，风也对北方渐渐转换做完全对西方吹来。即种情形伫咧厝地历年的即个时阵是真无定看着吼，真不顺常啦吼，伊安尼写吼，真无平常的吼。互海上影遮尔大吼，也互停伫咧北边停船的所在，迄寡船只吼，害甲真厉害。像阮对厝地所会当看着安尼吼，害甲真厉害。求上帝保庇因平安无代志。来厝地上岸吼，来厝地起山的即只卡夫号和卡尼克达维号的船长，被派转去因的船，伫咧即个奇怪的天气当中，要去好好啊照顾因家己的船。要尽可能吼，小可往南吼来落来去远离北边停船的所在，避免被漂往迄个大石区，避免即个危险。中昼透去强烈的南风，这互阮烦恼起来吼，也互阮想起1654年10月28号伫咧类似即种天气的时阵，伫遮所发生过迄个互人伤心的悲惨事故。即旧年的代志我已经袂记啊，我看嘛也对写旧年啦吼，旧年10月28，好来我来看一下到底旧年10月28发生啥物代志吼。来我 copy paste。日记，了解日记。54年10月28嘛吼，10月28，
骆驼肠。10月28拜3早起非常的沉闷，夏季无风的天气，就我予迄只载着240箱糖拜伊袂当出港，但是早起出港的加入船 Formosa 号，到即卖还阁无法度滚我迄只大船 Brady 号，因为伫北平大石区下面遐影非常的大，而且无风。影非常大，但是无风吼。约了伫咧中昼12点，忽然间对南方开始透袂细风，海上也对南方开始透强烈的风，透南风吼。停伫咧大石区下面停船处的迄只船只 Brady 号甲温南号开始遭受到海影强烈的拍击。因此，因看到前方危险 ，Brady 号就用大炮发炮2响。伫迄个期间，南风愈来愈强烈透来，阮看到迄只 Brady 号顶上围已经被风拍落来吼，被海影强烈拍甲伊的顶才凸起，愈来愈往北边迄个大石区飘去，最后看起来，互人感觉真悲伤，像是已经跨线了。跨大了吼，开始车倒去一边，然后连骨顶头吼，连骨天，规个拍落沉落去水里，敢若会当看到连骨甲圆形的一部分，还阁留伫咧水面上。船顶100外人，阮连一个嘛毋知是毋是有得到救，长官就派水手长甲领仔港员2个人去北山尾查看情形，并且去下达所需要的命令。约了下晡3点钟，阮对水手长甲领仔港员派转来遮的一个水手，也共款，毋知影是毋是有人得救。即个水手啊，早来一个驻守海堡的士兵，是驻守伫遐的士官派来。迄个士兵清楚看见上述不幸沉船的经过情形。迄个情形，阮对此地看袂清楚，因为有真大的浓雾吼。迄2只小船所在合计360箱糖，若是已经装入去大船 Brady 号，安尼即只大船就装有2100箱糖。扣掉因为淡季送转来遮的40箱，即嘛差不多1700箱糖不幸来失落去。此外，还有一只小船装载量的即个护照，搁留伫咧该船顶，这实在是互人真悲伤的意外不幸。显然，这是万能的上帝亲手造成的灾难，因为伫咧进入北方季节吼，一向伫咧即个期间拢是风平浪静，遮尔久以后，还阁会因为即个无算强烈的南风。掀起了遮尔强的即个海影，伫咧遮尔短的时间内，就甲装载遐尼载吼，遮尔平稳，遮尔载停伫咧遐尼安全的北平停船的所在，像因所认为的安尼遮尔风平浪静的即个大船，去被袭击了，去跨大平船吼。好，我念一半就好了吼。我哋就是发生即个代志啦，吼！我念过我拢袂记啊，吼！即摆又搁开始啊，所以因烦恼啊，吼！伊搁透即种南风，伊搁开始惊起来，吼！所以伫咧即个中间，迄只领仔港船载着上述迄寡监督官伫咧下晡对港，我即马转来读1656年11月21号啊，吼！伫咧下晡对港外转来到港内即个城堡的头前，因认真来完成了因的任务。因报告讲，港外迄个北平大石区下面遐对西南海上有真恐怖的即个大影吼，互迄个大船吼真激烈来害起来吼。下晡迄只大船刘维尼号就甲定扭起来，也甲帆挂起来，但是因为迄个强大的海影完全无法度前进，吼，无法度驶进前，所以偌久又搁趴定落去，继续停踮咧遐。天气炎热，那敢若是热天吼，那敢若夏天啦吼，那敢若伊搁写仲夏吼，就是上热的时阵吼，7号天、8号天啊了，风。犹原是对南方强烈吹来。上述即个日记经过比对结束了吼。经过比对和日记原本是相符合。1656年11月29号伫荷兰城堡
全世界的职员 C. Nobel 就签名的款所以敢若写到11月21号，1656年就结束啊过来有补充资料啦对1656年11月21号一直到1657年的3月10号所以咱1657年要搁退3个开始读起啊搁浪讲搁2个月来好，咱来看补充资料。补充资料就一页就较长了好，来，1656年11月21号到1657年3月10号，迄只病毒迄阵 Connick David 号伫1656年11月30号自台湾出航前往巴达维亚无偌久。了后无偌久，伫12月10号，另外4只船就是安尼姆伊顿号、苏特兰德号、卡夫号、甲德维尔号，同齐出航去印度地区。挂号写讲泛指印尼、印度甲波斯等地南洋地区所在货物有金银甲其他商品，价值1823000外毫吨。同一天，迄只小便对船 Charles 号也出航前往暹罗所在货物有6万两的日本银锭，甲一寡日本的细项物件，合计价值是171,000外毫吨。台湾的议会就是佛罗摩萨议会，伫咧含因试行的时阵，因表达安尼的愿望，愿主爱上帝带领因大家拢顺利到因所要去的海港，并且祝福因载去的货物会当得到数倍的利益。1656年12月26日，圣诞节过一天啦长官 Cornelius Caesar 甲台湾甲佛罗摩萨最高政权移交予议长 Frederick Goet 所以正式即嘛归伊啦正式做佛罗摩萨的长官啦就是伫即一天1656年12月26号，所以归伊就是对即当阵开始一直到国庆夜一直到即个陈成功来拢是归伊做台湾长官1656年做差不多做要6年好，来咱继续看咧，并且隆重来伊的部属来绍介队长 Thomas Pedo 和商务员 Jacobson Valentine 同一日被任命做佛罗摩萨议会议员。商务员 David Hartwell 伫 Gerard de Rider 离职了后被任命做稽查官。新仔人的人头说北商政府来诉苦，然后来念讲，因为新仔人旁船的离去毋来，以及因为新仔人的因刷转去新仔含。因为水灾死亡所伫的即个新仔人社会年的人口的减少，互因的税收就是因的收的税啦，平均每个月比原来所估计减收$400因请求会当允准因规个月缴纳比原定即个金额较少的罚金因答应讲，一旦情况改善，因就会甲迄寡差额该补纳互收税的单位。城北佛罗摩萨村社的北商，因为受到陈成功禁运的影响，已经强拢无法度对新仔处置用来交易的商品，所以也来请求讲会当免纳最后迄寡应该纳的罚金。台湾的长官和议会毋敢随来接纳即寡请求，所以请示因的顶司，也就是巴达维亚总督府的阁下，看要安怎来办理。同款严重的情形也发生伫已经负责迄寡主要的生仔的即个农夫身上因要求会当有期货款互因，会对即个。注卡第一，为虾米有期货款来个注卡？也对是安尼写讲，就是因为甘蔗上还未收成，就要求先支付以后要交公司的糖的部分的货款欠钱就对啦。所以你钱先
先互阮啦吼，迄一个感觉较慢交安尼就对了吼。长官甲议会认为讲，因除了忍疼履约以外，别无办法吼，就是讲无法度啦，恁爱照合约来就对了吼。迄只要航往巴达维亚的快艇 Z 航号，载着175780斤砂糖分装伫750个箱仔内，18门大炮吼，除了载糖，佮载18门大炮，伊要去巴达维亚吼，叫做 Z 航号吼。其中大部分是对有难的迄寡船吼所抢救出来。含332支真老真旧的步枪，也装有2岛即个魔方啦吼，但是魔方大概是要安怎讲吼？石头哦，再有2岛即个石头是对魔方吼，魔方我不要讲，好，安尼就。空珠白吼，但是方应该是方啦，应该无问题。我查一下吼，方也是啦吼。魔方无方，就无嘛吼，就无方。也装有2岛无方的石头吼，就是牛无啦吼，应该就是石无嘛吼。或者是甘蔗车吼，就是你挖甘蔗吼。怀着即只船就是载即寡物件啦吼，糖啦、大炮啦、枪啦、石帽啦吼，是应巴达维亚当局要求对归人处置的吼。所装的全部货物就是即寡。减去开销费用了后，糖的收益是。29700瓦毫吨吼，台湾迄寡商务员真紧来装船是得到利益的原因，但是因为船舱伤细，互真侪糖只好架囥伫台湾的仓库呢。因为处理较好吼，因为处理了有好势，所以被债务困扰的新仔的农夫得到真大的欣慰啦吼。欣慰吼，下季的收成会搁较好。过来是规域和佛罗摩萨议会写予总督，应该是印尼迄边巴达维亚总督吼，叫做马埃追克号，马埃追克伊写伊一张批，是1656年12月27号。好，咱来看这张批，先来写哈。前任长官 Cornelis Caesar 伫1657年正月17号离开台湾吼。伊到巴达维亚了后，被告知甚至祖国17人董事会大爷吼，对伊伫佛罗摩萨降价落啊肉的出口税拢表示不满。Caesar 答辩讲。以前规定的迄个税率哦，就是税的迄个比率啦吼。目的是咧鼓励鹿仔肉干的出口，这是要考虑到讲新仔内战的背景，认为讲有即个必要的措施吼。迄时迄边就是福建迄到位啊，非常需求食物，非常欠缺食物啦吼。再去迄边的鹿仔肉价销就起来，但是现在情况改变，若是要维持高悬的税率吼，将会对岛民不利。Caesar 建议巴达维亚当局吼，先要斟酌调查鹿仔肉的实际价销，然后才按照调查结果的价销来定税率。Caesar 请求总督府伫董事会迄边来支持伊的提议。伫佛罗摩萨的鹿仔肉无搁较侪收益以前，出口税爱维持较低税率。老长官 Caesar 写予总，过来是拄则读的是即个
规写予总督的批嘛吼，过来下底是老长官死者写予总督的批吼，当是1657年正月31号吼。好来，先来写。伫死刑 Peter de Goyer 和 Jacob Kaiser 写予长官 Cornelis Caesar 的一张，事期是1656年12月4号的批呢。因敢若写着关系着因到广州了后的经历，根据对去过日本的新仔生理人所处理的其他的消息，迄寡 VOC 的死刑已经核准去北京的凤江路。对1656年3月初到11月30号的这8个月当中，日兰野城的商务员和新仔差不多强要无，应该是讲只有啦吼，就是强要无交易来往吼。毋对，我咧翻怪怪吼，几乎没有吼，差不应该是这边来翻啦，几乎没有吼。我才毋知要安怎翻，我来看几乎要安怎翻。测台语对应中文，几乎险险啊，强强吼，这是 Embry。Marino 是几乎差不多，大华线顶强吼。差不多，用捌听过。强灭吼，好强灭，强啦吼。讲对1656年3月，即旧年啦吼，就咱读过即年3月初到11月30这8个月当中，日兰野城的商务员和新仔。强要拢无交易来往吼，安尼袂歹，安尼翻甲诚顺。吼，这咱知嘛吼，这8个月来，其实我嘛感觉1656年读诚紧就结束啊吼，因为无啥物绩效诶吼。因此呢，黄金只敢若卖着168000外毫吨，约落差不多1吨半诶黄金。黄金诶得欠吼。而且得可了吼，短缺吼，将会妨害着 VOC 伫 Coromandel 的布料交易。即寡布料交易呢，一直拢是靠新仔黄金来支付。伫即个期间，有几只新仔人的旁船载一寡银来佛罗摩萨，但是即寡银的交易被台湾的长官来禁止，因为公司非常需要黄金。根据几个人对新仔所传来无解清楚的消息，满洲军队伫咧对抗国姓爷的战斗当中，已经开始占上风，就是开始占赢面吼。塔坦军队得到抢到即个海定市，互迄个军阀，就是国姓爷啦吼，一记沉重的打击吼。这我是照汉字读啦吼。就是互伊打击真大吼。虽然如此，伊看起来也是毋肯投降。长官甲佛罗摩萨议会烦恼讲，伊会搁较败退吼，一直抵到伫咧新仔大陆无法度来立足，而带领伊的军队来夺取佛罗摩萨吼。哇！其实你看，因拢早就知影即情形啊，早就知影会发生即种代志啊。你看啊，代志嘛是真正发生，而且嘛真正去互国姓爷抢去吼。所以吼，各位啊，台湾咱拢知影讲，看起来吼会拍起来吼。即最近毋是咧演习，我毋知影演习情形安怎吼。唉。求上帝来保庇啦，吼，莫发生这种悲伤的代志。好。
读到倒位吼。帝教伫个时啊，无法度来立足来带领伊个军队夺取佛罗摩萨吼。烦恼这啦吼。到时阵，阮将无法度来阻止国姓爷会旁船来登陆，来起山登陆吼，因为迄个岛屿的海岸线遮尔长吼，伊若一起山吼，和岛内的人结合起来，就无法度来阻止伊来夺取岛上所有公司的据点咯。荷兰人。当然，迄当阵汉人嘛是外来吼，荷兰人是外来政权吼，在地的人若无支持，因就要靠家己的力量吼。阮迄个1000外人的兵力，将无法度来抵挡伊的大军，因此我记个国姓爷吼，敢若是派3万大军的款吼，袂记啊吼。几啊万啦，吼，毋是这荷兰人1000人尔吼，所以荷兰人伫迄个连夜城堡会当挡，敢若是10个月吼，迄是足无简单的代志吼，真厉害啊吼。因此，按照长官甲议会的想法，要预防即种入侵是非常重要吼。对国姓爷所表现对 VOC 的各种敌意。即寡敌意包括着1656年6月，伊所颁布迄道禁止佛罗摩萨航运的告示，来看起来，伊是不怀好意吼，根本就无存好意啦。你着大家较绝对要较注意的吼。会对第2条注卡伫遮，我看嘛 ，VOC 1218偏好讲即道告示也收录伫个咱野城日志内底吼，伫个。规所写的即个被围误即个佛罗摩萨吼，伊一开始就讲起，伊讲起伊家己即个防务，就是先天的不良吼，城堡起伫迄个所在吼，迄个要顾迄个城堡其实无好顾吼，先天的不良。第二就是讲起着讲，因嘛讲，足早就已经开始有即个暗算，有即个。有料讲，都已经知影讲，国姓爷可能会来拍吼，内底拢有，所以伫即遮即嘛是其中一条嘛。但是无收啦，我印象中伊敢若无收即边咱即马读的即只。我读到对哦，拄遮，因为看迄个注卡第2个注卡伫对遮吼，咱继续读落吼。伊最近即个禁令已经互。就是国姓爷即个禁令啦吼，禁止航运的即个命令吼，已经互住伫佛罗摩萨的希腊人大骚动吼，就是因已经诚不安啊啦吼，也互袂少希腊人带着伊是啥西卷吼，就带着家眷转去希腊吼。感觉会战争嘛吼，感觉国姓爷会来拍吼。即个诗卷的诗我都读啊，虾哟，我记得是虾。就读做虾吼，也是寒吼，寒是就是咱寒水迄寒啦，但是即只咱来读虾啦吼。也袂少希腊人下卷转去希腊，不过长官甲议会对即道告示并毋是讲介烦恼，因为国姓爷伊袂当欠缺对台湾的贸易来趁其支持作战的需要吼，所以毋是讲真正介烦恼。但是实际上嘛，真正是无啥物生意做啊吼。好，咱继续讨论。每一年例行的地方会议，伫通常的时间3月中举行。吼，咱讲即个补充资料到3月吼，是毋是？到3月10号，结果伊可能是伫补充资料写直接讲啊吼。所以会当检读一个地方会议啦吼，安尼我较轻巧一丝啦。好来，伫3月中举行3月中安尼无可能我来读着啊，因为这
补偿做到3月10号尔吼。本地福尔摩沙人，特别是赤坎、新港、甲近瓦热兰野城的其他村社的人，拢表现良好。但是南边的山区居民就毋是安尼咯吼，毋是遮尔好啊吼。像伫龙桥地区内底一个小村社，反叛的巴巴拉斯社的居民就杀死3个西那人掠去的吼。公司当局试咧要动用亲和风的福尔摩沙人去制服迄寡叛徒，答应因讲每处置一碟敌人的人头就赏啦吼，赏1-2匹面布，用即个办法会当来拍败迄寡反叛的居民，来互 VOC 的士兵毋免去卷入去遮尔有危险性的战斗。临近淡水的村社南坎社吼，这就是北平遮吼，南坎社、马塔达斯、皮人、石班社含即个拿社吼，石班社是沙班啊，拿社是西纳尔，也拢出问题啦吼。拄则即寡念的即寡村社拢出问题，即寡村社的叛徒去淡水的碉堡发动攻击，因甚至位伫该碉堡大炮射程内的西那人区来放火。长官甲议会也只好承认，派驻淡水的士兵的恶行是引发当地人即个暴力的主要原因。算淡水的荷兰士兵做歹啦吼，无讲啥物原因咯，无讲伊做啥。长官死说提议爱派一支远征军去北部，但是因为所流传的国史也可能带军队来登陆的即个谣言，互人感觉无应该互遮尔侪士兵离开热兰野城。毋过，因互淡水甲鸡人即两个伫北边的城堡增加了野外的合约甲粮食，并且派商务员 Johannes van der Anden 先生做新任的主管，带领规仔士兵去遐。即个 van der Anden 呢，去到遐无偌久就过身咯，然后就派下设商务员为特使去即两个城堡遐，伊也因病来离去。我看无这是咧写当时的代志啊。哦，这应该是你讲旧年发生的啦吼。因讲1656年3月说到11月30号，这8个月中间吼，啊写甲落等于伫写甲即嘛，应该是拢写这旧年发生的吼。了后就派下设商务员为着做特使去这两个城堡遐，伊嘛因为破病来离去吼，咱知影讲即个就惊死就转来吼。伫转到热兰野城以后所写的报告里呢，伊证实讲迄寡福尔摩沙的叛徒只敢会当用强大的兵力，才有法度来甲伊制服。伫长官甲议会请求之下 ，Johannes Leonardus 和 Jacobus Amsin 被派去福尔摩沙接替过身的牧师 Johannes Cambius 和溃约任期届满的牧师 Johannes Bacarius 的工作，就拄则派这两个人去接替另外两个牧师。宣教的工作进行甲相当的良好，但是南区是例外，因为遐无健康的气候环境，引发袂少的问题。福尔摩沙教会议会捌提议，将来应该以关心管的薪水啦直接对荷兰本国聘用牧师来南区的村社任职啦任职。总督府当局认为讲，这要要求清楚来显示迄寡牧师的即个蓝丝名单这什么意思？这个要求清楚显示迄寡牧师的蓝丝名单。总督府当局，总督府是印尼遐啦因认为讲你安尼要求，表示迄牧师真贫大因命令该教会议会不得逃避因的责任，每一年必须一摆
爱去南区巡视遐的居民，并且用溜口的方式决定倒一个牧师应该去南区来任职啊！吼。巴达维亚总督府伫佛罗摩萨岛上设置地方官的职位了后，开始授予牧师的阶级。原告公司派伫迄寡村社的政务员的阶级。安尼决定的理由，一般来讲是因为政务员是对公司较加阶层的人当中精选出来，因直属地方官统合了后，因的职位互因失去真侪以前的尊贵。因为台湾长官和议会对此表示强烈的反对，所以巴达维亚当局同意将牧师的阶级放伫政务员之下。这件事地主甲牧师真不满哈，这看无介有伊的规则了哈，真正看无毋知你规则啥哈。外地就是本来是拍算要互这个牧师的阶级较悬，结果因为伊所讲我看无迄个原因吼，所以就改吼。根据对广州来的新消息，我看无消息，我拄则讲我看无故意，我连日袂看你看有吼。讲因为政务员是对公司较低层的人当中精选出来，因直属地方官统合了后，因的职位互因失去真侪以前的尊贵。安尼看无，这是个写啥？好，继续，咱继续讨论哈。根据对广州来的新消息，事情 Peter de Goyer 和 Jacob Kaiser 确实伫1656年7月17号已经到北京，但是毋知影因是毋是已经被皇帝来调见啦吼。1656年12月30号，迄寡船就是阿联姆顿号、苏特兰德号、特尔维尔号和卡夫号航离台湾沿海，载着价值1823000外号吨的货物前往班格拉地区啦，哈，孟加拉、克罗曼多、苏拉特和波斯。好，过来是总督一般报告，是啥物 ？Verberge 和 Caesar 哈，巴达维亚1657年正月31号。好，咱来看哈。西奈贸易也未复原。正月31号，只有一只小科仔船对西奈载60个铁尾来。船员早的消息来讲，国姓爷和伊的军队还搁伫福州附近，但是遐无被攻打。伊也甲伊的某甲即个细姨啦吼，车切调去遐咯吼。约6个月前，佛罗摩萨的西那人头家捌寄一张订正批去互国姓爷，请求伊允准搁再开放和台湾的交易。有鉴伫迄张批函当作送去的内容，伊也拢有收。所以呢，迄寡西那人头家认为讲，有可能伊会听取因的请求。不过，对迄寡自西那传来台湾的消息看来，拢是一寡含糊糊甲三道饼的消息吼，就是颠倒的消息吼。1656年12月30号，老长官死者离职了后的过当日，老长官就进前迄个长官个开撒啦吼，死者吼，就归伊接伊的位吼。离职的过当日，船务官 Alt Peterson 对淡水来。转来到台湾，伊解动伊的少年仆人，沿着海边的绿地，用35天的时间，行煞迄座危险的旅程。哦，这船驶三天就到的，就法度到吼。结果伊行35天吼。途中，伊嘛捌因为破病被逼伫德产社停留数天数日。伫遐，伊受到亲切的接待，并且伊报告讲，迄一角位啊，几个叛变村社的头领已经中尉
Gilles Bowens 来答应会改善关系。台湾当局决定要伫1657年4月派真有才调的即个商务员 Peter Bunds 来坐迄只大篷船吼，真强的即个 Peter Bunds 啦吼，坐迄只大篷船 Vars 号去北部担任归人甲淡水的主管。所以 Peter Bunds 要去做主管吼，本来是商务员。伊也奉有一个特别的使命，就是伫同齐去伫遐做特赛商务员 Daniel Six 的协助之下，要斟酌来调查整理迄边的校铺。邻近台湾的南区原住民表现安静，只敢有山区居民例外，因也不断伫杀人剁人头吼。牧师 Hambrook 今年顺势过南区的村社，看到迄边的教会甲学校欠点真多啦吼。主要问题之一就是迄边用来报道传教的即个教导的即个语言，毋是因家己的语言，而是因所毋知影的语言吼。就是你去客人庄，结果用河洛话你传教啦，你教字啦吼。报道教导啦，的意思是安尼啦，当然毋是哈，应该是讲去南部毋知啥物语言毋知啦吼。而且呢，有一寡村社自从伫遐的学校教师过身了后，已经有1年外完全无咧上课吼。Hambrook 想讲，伊和7个自愿的教师会当甲学校教育重新甲因建立起来。不过，伊也认为讲，因为当地恶劣气候的影响，南区的宣教甲教育只敢会当真看来进行，才会有结果吼。你看吼，荷兰人因为毋是荷兰人，平埔原住民因为荷兰人办教育，所以因有法度写字读书吼。伫荷兰人离开一段极长的时间以后，因悠然是有法度写字读书，当然是用家己的语言，用家己的字写吼。但是伫无公家，就是无国家，无即个顶站机构吼，无对即个整个社会即个国家来的即个教育资源的即个灌输吼，就是讲无即个资源，无即个国家的教育的资源的资源，平埔族因的文字都语言都拢已经流失去啊！吼，就算讲经过荷兰人甲因拍遮尔在基础伫遐，无公家的资源，你就是无法度啦吼。你搁较敖，你就是无法度通传落去啦。当然，要安怎讲？犹太人是一个例外吼，犹太人因真正是有法度吼。所以吼，台湾人政治原来是足重要。伫咧政治上，你若无落着关吼，你想要家己台湾人，你本身的语言文化，你要传承落吼，其实真正足困难的吼。好啦，咱讲起遮来，好啦，继续看咧，我就看即个古早迄当阵咧记载荷兰人因的教育吼。好，咱继续看咧吼，讲Hambrook 认为讲，伊和7个自愿的人会当甲学校教育重新来建立起来。不过，伊也认为讲，因为当地恶劣气候的影响，南区的宣教甲教育之间会当真慢来进行，才有结果吼。达来才有结果吼。这个和天气也有关系哦。牧师认为讲，为着要剩1分钟，但是我这边可能无法读了呢。剩1分钟尔咧。牧师认为讲，为着要伫原住民当中扩展基督教的教育，有必要爱设立一个学院，会当用来教导聪明的福尔摩沙少年人，甲适应的士兵来担任学校的教师。而且教会议会更较努力，想要伫派驻牧师的各村社，拢建立一个孤儿院，用荷兰语
荷兰语来教福尔摩沙的囡仔学习基督教的教育。为了达成这一切想法，教会需要用更较多的金钱，需要资金嘛，就是一定爱钱，一定爱资金嘛，一定爱资源嘛，好，来，咱甲即句读了，就今仔日就读到这就是1657年，场馆甲议会决定取消例行的地方会议。取消了这对我来讲是好消息。本来讲3月中要办地方会议嘛，取消。为什么？因为福尔摩沙人当中流行的天花啦特别是伫咧北区搁较严重所以即嘛是算瘟疫啦我看天花是要安怎讲？台语是安怎讲天花？copy， 这台语加天花这，包括着1956年台湾白话基础语句，1973 Embry 大英书店 Marino 拢翻做天花天花，但是台湾线顶就有啥物？正珠、正豆、珠葱、豌豆葱、乌豆、豆酱、豆葱、天珠、天花我毋知啦我其实我拢毋捌听，毋是我拢应该是毋捌听过啦即个什么正珠这我拢算头摆听到。好，天花啦天花，因为天花，所以1657年的地方会议取消所以咱明仔载再过来继续读明仔载我遮就找伊啦即嘛各位即嘛咧过年已经找伊啦元旦啦祝各位新年快乐。咱明仔载再继续来读，感谢各位，我来关房。